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12月14日 AM 新闻，我是嘉豪。要发生什么大事代，头先就来报您知。日当了后，头一阵大陆冷气团到位台北地温14度，而且会愈来愈冷。这8日礼拜北台湾可能达到-6度。前中科院院长蒋家正伫个会议录内面有讲到，台湾制造巡航飞弹会当拍到北京，有学者认为国军已经有部署啊。卡球赛另外一场正式强赛是法国对决摩洛哥，伫个半暝啊3点来举行，车人若准得胜，就当甲阿根廷拼这届冠军。讲到日当了后，头一阵这大陆冷气团到位，今早起台北气温出现14度，气象局也讲，这刷了这几天天气会愈来愈寒，也因为这是日当了后的头一阵寒流，16到位。而且对这个拜五暗时开始咧，到拜六礼拜北台湾上低温度会落到-6度尔。来讲到这中南部一个东部低温，大概是8度到10度，全台湾3000公尺以上的山区拢有机会落雪。全台冷气机受冷气团的影响，暂时有关是湿湿冷冷的天气，一直到15透早才会减少。不过因为北边有压冷空气之外，寒流会伫个16暗时到位，就把北台湾上低温会有6度。在北部还有宜兰地区，在比较偏向是周六、周日、周一这段期间呢，低温是可以来到6度、7度这样子的程度哦。气温直直落，浸温泉人也变多，也带动温泉饭店业绩成长2到3成。增加的蛮多的，我想至少3成、2成都有。就是要这种天气才好泡汤啊，对，比较舒服。低温影响山区一向结冰结霜的情形，按算17到18，3000公尺以上山区可能有落雪几率，中部以北2000公尺以上山区也有可能落雪。看起来在17号的下半天到18号的中午以前啊，在北部2500公尺以上的高山啊，应该都有下雪的一个机会。苗栗以北目前预估沿海风浪地区啊，在8号凌晨可能会出现6度以下的低温啊，所以这个我们体感感受的温度啊，可能都会低于6度哦。各湿各冷的天气，如果爱维持到16，一直到17透早才会开始转做大冷。建议厝内底有老人囡仔民众爱做好准备，爱穿好烧。记者综合报道。中科院研发的分防高空超音速飞弹，应该是互当作是军事机密。不过，前中科院长蒋家正头一届伫会议录内面讲到，这分防飞弹伫前总统李登辉时代开始，前总统陈水扁时期完成战术的测评，射程会当超过1000公里，直接拍伫北京。学者苏志芬认为，国军可能已经部署这分防飞弹，用来攻击特别的目标。用人继续对敌，中共最近用要逐工交代，国防部14发布，中军出动11架驱强机，7架强舰伫台海周边侵扰，国军动用战机、军舰、抵岸飞弹严密监控。为强化自我防卫能力，中科院一个研发汽车过滤型飞弹，其中速度有3米以上，射程传出超过1000公里，用一攻北京的分防飞弹过去被看作军用机密。前中科院长龚家正第一摆伫会议中证实，分防高空超音速戦略飞弹伫前总统李登辉时期建案，前总统陈水扁时期完成战术测评。战术上比较需要的，我们是需要500公里、1000公里的这种远程打击飞弹，但是2000公里有什么意义在？就战略吓阻。我如果打得准的话，那如果你在2000公里这边你要对我产生任何的威胁的时候，我可以吓阻你，不要发动那个战争。龚家正透露，第一摆试车成功了后，前美国在台协会台北办事处处长也表示，无被稳准，针对分防飞弹互人野出成能射程，无简单被拿查，有合作的效果。国防部甲中科院拢表示，对龚家正个人言论无要评论。分防飞弹伫台海作战的重要性，中心认为战术价值比战术价值较大。近年中科院有很多的试射，所以就可以推估他们在改良这个云峰系列的一些性能。特别是助推器就是用太空火箭的方法就是来测试它的助推器可以飞得多高。这些云峰系列的飞弹或者雄风21型的飞弹不会攻击这种民生目标或城市目标。苏志芬分析，国军可能应用部署分防飞弹，为了反映有算公开书到中科院这几年试车推高改良相关性能，对射程包含北京、已认为分防用来打击地面目标，亲像机场部队，抵反共军发动第一击。记者综合报道。
讲到中国放弃清零政策了后，在北京疫情当咧逼，病院的发烧门诊含这药房，拢有真侪人排队要看诊，甚至是买药啊。中国政府已经承认讲，这病例数是济甲无度统计，民众就爱家己顾好家己。北京目前这感冒药啊、甲快筛试剂数量拢是无够的，甚至出现这计时化真悬症去。北京市区一间病院发烧门诊头前，白沙出现大家长老落来看病人，包含坐轮椅的老大人，佢要求买药啊，共款爱排甲长老路。中国顶礼拜放零防疫政策，民众免做核酸，无强制隔离。虽然得到自由，不过疫情也偷偷来提悬。8日北京通报增加本土病例超过1000例，即嘛无法度追踪确诊数字，民众只好做好自我防护。对自己来说，自己要更严谨了，因为外面没有一个比较大的保护罩来防卫我们。个人的防护就是口罩、护目镜还是要佩戴，然后避免说人群之中还是有一些传染。第10月，北京目有千每10万人感染，至少有900人死亡。不过，自戒毒限制以来，当局透过官方媒体表示，大部分的人染疫，即出现小可症状或者是无症状，应伫厝自我隔离，并无对疫情提出新的预测。不过，世界卫生组织8日警告，北京病院出现重症患者的报道，引起大家对新一波疫情的烦恼。中国未来日子会非常的艰难。The tone now will be changed to, how, right, China is not going to see mass die-off, right? There will be few severe cases, right, that we still managed to handle the surge of the cases. 北京即马已经出现感冒药啊、甲快筛试剂欠费，退烧药啊流量暴增4.3倍，甚至出现乌市起价情形。当地媒体指出，有一间店头因为被快筛试剂定价升过悬，被罚30万人民票。也传出中国原本这礼拜四要开的年度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因为北京疫情搁起来，这项为明年设定经济路线甲目标的重要会议已经延后举行。公司新闻将回应报道。天气反应加上中国疫情当咧严重，三级配药的问题，真有可能就会拖到台湾。就药师伫咧药讲，这旧历过年了后呢，这退烧药啊，抑个消炎止痛药啊，就会大欠货。服药是药师就要赶紧了解库存，若准这数量低过总销售量的1倍，就要限制出口。是药师表示讲，国内退烧药的销量确实有增加，也已经启动监测机制咯。最近天气10个令疫情升温，毋但感冒发烧的人变侪，14国内本土确诊数各增加17549例，甲顶礼拜同期比起来，嘛增加5.1%。即马传出若是小三通电开，对方因为解封欠药啊，恐惊会真侪人来台湾抢药啊。我预估了哈，在过年前可能这个普拿疼应该是可能就没货了哈。那其他台湾制的可能还有，可是过完旧历年，很可能就是会有一个大缺货的一个状况。库存量是不是够我们以往销售量的有1.5倍到2倍的一个库存量？可能数值已经低于1了。那可能就要立即停止出口。药师呼吁民众，药品有保存期限，唔通囤货。药师也建议，只要成分是乙酰氨酚的退烧药啊，拢会当使用，唔免坚持特定品牌。不过对于退烧药啊可能欠货，民众好亲像袂烦恼。缺药的话，我们台湾应该是不会缺药嘛，药很多啊，很多药不能随便买吧。食药署表示，对于退烧药开始做监测，要求药厂准备6个月库存的原料。若做真正出现药品欠款，也会启动专栏进口加专栏制作。有观察到，现在社区药局在购买退烧药的人的确有增加啦，但是因为原因不是很确定。整体以现在目前供应应该是正常的。现阶段我们并没有接获到说退烧药有缺药的一个通报案件。当然，我们还会再持续观察现在的整个供应的情形。食药署提醒，根据药事法，有合法许可证的药商才会当大量寄送药品。民众若要寄送予海外亲友，除了爱控制数量，嘛爱了解当地法规，以免造成亲友互人罚。记者综合报道。中国最近禁止台湾真侪项产品进口，风声中国要求店家就要交出因产品的配方。卫福部长史瑞元证实讲，其他国家伫这部分是要写唔写拢会使，不过台湾却是奉要求爱用纸本申请，而且还爱写加1000字册。
店内总是人踢踢甜，真出名的糕饼业者家的往来所，因为无愿意补交牵涉到商业机密的产品配方比例，变作中国最近禁止台湾真侪项产品进口的名单之一。卫福部长施瑞元表示，是毋是商业机密，大家认定无同，不过中国方面要求各国甲台湾的标准确实是无同。那他们可以在线上去填写，那在配方的这一个栏位，那它的线上面有注明，就是说这个非必填栏位，但是我们国内通通它要求用纸本，纸本方面的话，它没有注明说这个可以不用填。看中国陆续禁止台湾产品的名单类别，包括水果、鱼仔类等，拢牵涉到 ECFA 两方经济合作架构协议的早收项目，所以 ECFA 准会问题也互人提出来讨论。所以为什么当时我们会那么反对？就是说，你随时只要中国片面毁约，你就没有办法去掌控所有我们可以抑制的一些损害。那对台湾的农渔产品还有传统产业出口到中国大陆有重大的注意。中国大陆是不是会取消？那可能的影响，恐怕要做进一步的评估。CSU13公布最新的边境食品无合格名单，包括6项农药超标的木棉花、农药残留的白菜头，也加违规的调味鸭肉等等，互外界解读是对中国的反制。不过施瑞元受访问的时阵否认，敢若表示敢讲要互农药超过标准的产品入来国内审。但是台湾产品出口一直拢受到阻碍，施瑞元也讲，一直拢有请中国方面说明，不过拢无得到真好的回答。记者综合报道。讲到9合1选举，这民进党选甲输去，总统蔡英文辞掉党主席，即摆也要进行这党主席的补选。副总统赖清德大声表态，当咧健康管理期间的赖清德是委托前文化部长陈丽君替伊登记参选党主席，也提出4项要完成目标。另外，内阁改组的部分，有人点名前副总统陈建仁来担任行政院长。行政院长苏贞昌表示，伫咧立法院一个议会会期结束了后，会和总统讨论。委托前文化部长陈丽君来到党中央登记参选，副总统赖清德是投入民进党主席的选举，因为进前确诊搁伫健康管理期间，则请陈丽君代理登记，嘛提出讲要完成4项工作，包括重新整合帮助稳定政局，深深检讨甲人民的信任赢回来，对人才带领创新进步和守护台湾，达成民主的和平欢迎。那此次选举，本党遭逢挫败，在民进党最需要检讨反省、重整再出发的此刻，他身为民进党的一份子，他觉得自己有责任，勇敢承担，团结党内，重振士气。这摆9合1败选，民进党是规个定检讨，内阁改组的声是一直无断过。前副总统陈建仁奉点名做内阁，郑文灿可能做副院长，林佳龙做内政部长。陈建仁14嘛参加行政院方案会议，引起联想。他已经来开过好多次了。至于内阁的改组，在立法院会期结束后，我和总统讨论定案，会跟社会大众报告。改组阁要等甲立法院的会期结束，排污条款是即马关心的重点。行政院版本拜时就要通过啊。这时阵台南市议会议长的选举，民进党所出现第个内面的风暴，指出讲有乌金来射入，红点名的过在钦是14宣布甲中执委辞掉，专心来拍歌声。枪击案中，我是受害者，却遭攻击为黑金。任何以政治操弄的手段攻击本人之言论，亦将一律循法律途径予以追究。台南市议会国民党团是一直甲乌金的议题无要放。台南市长王伟提出表示讲，尊重党的机制和个人的意志，强调任何人只要违反，拢应该受调查。记者综合报道。这个新选调的县市首长，伫12月2号要来上任，各县市拢开始筹备因的团队。台北市长当选人蒋万安14公布第2批小内阁的人事名单，这届内面有关无公布副市长的人选。另外有风声讲，这外县市向台中市政府借人，市长卢秀燕也证实讲，确实有这件代志。
台北市长当选人蒋万安公布第一波小内阁人事，社会局长姚淑文、消防局长莫怀祖、编辑局长李迪安、新任资讯局长赵锡龙、法务局长连东凯，今年37岁。劳动局长由现任局长高宝华留任，教育局长唐志明是发做过外市府任内教育局长。这一摆阁转来，不过这波人事名单当中无看到副市长的人选，引起外界关心。如果说一旦确定了，我们会跟媒体朋友还有外界来做一个报告。那至于讲说在12月25号之前，当然万安市长他也持续的来做这些征询延揽，希望都能够到位。到下一大选结束，新任县市首长要伫2、5就职，外界也十分关心各县市首长的内阁名单。台中市政府副发言人窦基珠风声要做婚姻关新闻处长，窦副发言人表示，确实有甲婚姻接触，不过目前县府也无发布认定，尊重县府。罗秀燕是证实有外县市向台中市政府借种的代志。台中市是直辖市，那我们的首长、一级首长他的职等比较高，其他县市来这个磋商借将的话，基本上首长的意愿可能不会太高。不过呢，2、3线的一些人才，有些县市有来这个商调或是拜托哈，这个是有的。罗秀燕表示，若是好的人才，无分政党，为台湾用好其他县市甲政党来参详调人才，市府拢乐意分享。不过相关人士还是要尊重其他县市，以因的发布为准。记者综合报道。讲到这届世界杯脚球赛，阿根廷伫咧球星梅西的带领之下，以3-0踢赢克罗埃西亚。阿根廷进入到最终决赛，这球迷也希望讲拼到一座冠军回来。另外一场前4强会伫咧刷落来半暝进行，是顶一届冠军法国对战着摩洛哥。也因为这届摩洛哥是头一届进入到前4强，摩洛哥的脚球协会是免费提供上万张门票，叫球迷来到现场替因加油，甚至因国家航空阁加开航班要到载人。日球的一年吧，拉比军团的应援团拢真袂条跳起来。世界脚球赛进入上高潮，卡达时间13的4强赛，阿根廷伫球星梅西带领之下，3-0踢走克罗埃西亚，离大力神杯只差最后一步。No, todavía no he caído, que estamos en la final del mundo. Es una locura. Empezamos con el pie izquierdo, pero ahora estamos en la final del mundo. 不止赢，佫赢甲真水，对现场加油的球迷来讲，实在真感动。伫千里以外，阿根廷真欢喜的群众将首都布宜诺斯艾利塞车都市开甲直通通。Líder, servicio, o sea, con la pelota hasta el final, con tal de darla y asegurarse el pase y que termine en gol. Excelente. No sé, no lo puedo decir más. Increíble. 阿根廷的球迷为支持庆祝到暗时，克罗埃西亚球迷是真失望。Argentina was a better team and they won. I can't fault any of that. 3-0 speaks for itself. So, good for them. It's a sport again. 不过克罗埃西亚球迷也强调，会变到即马已经是互人食鹅肉了。另外一场重头戏是伫台湾时间15透早登场，由顶一届冠军俄罗向家法国对超级欧美阿特拉斯向西摩洛哥。因为这是摩洛哥第一摆，也是非洲甲阿拉伯国家第一摆拍入4强。这2天卡达的哈马德国际机场有真侪摩洛哥的球迷到会。It's a huge thing. It's history. We've never witnessed anything like this before. احنا فرحانين والشعب المغربي والشعب العربي بصفة عامة فرحان بهذا الوصول لهذا الأسود الأطلس. احنا اليوم بإذن الله جايين باش نشاهدوا مقابلة ما بين المغرب وفرنسا إن شاء الله الانتصار. 摩洛哥卡协甚至提出13000张免费门票，呼召球迷到卡达做球队的最佳第12人。只是未少人困在摩洛哥机场几啊天，安怎也等无一张机票，就去甲亲像顶底到遐共款。ومن الوحدة وحنا كنتسناو هنا ما كاين حتى شي حاجة دابا الفوضى لداخل وداك الشيء ما لقيناش. 为要互民众顺利去卡达，摩洛哥国防拜2、拜3特别加开30个来回航班。这个目标不止摩洛哥，也拖到规个非洲甲阿拉伯国家。北非甲中东地区的点头拢表示，这2天摩洛哥国旗大欠费，要做已经看袂赴卖速度。无论各国进程有啥物过程，只是去因放下无共款的意见，大家拢是阿特拉斯向西的啦啦队。公视新闻齐焕玲报道。
咱继续来看国际新闻，讲到抖音引起国安纪律的声音是愈来愈大。美国各州正正是用国安理由禁止使用抖音了后，共和党议员卢比奥13日发起禁用抖音的下党派法案，禁止有中国和罗西亚影响力的社群媒体公司伫美国营运。不过，抖音是强调用户资料拢是欠伫咧中国以外地点，认为这个禁令伤过政治化，对美国维护国家安全是无帮助的。抖音在成立6年，全球累计10亿用户，伫美国有8700万人。为时事评论、电商早会到生活大细项代志的超吹，抖音已经拜主流的社群平台。不过也因为中资背景，引起国际对中国当局监控用户，也加审查内容的安全记录。美国共和党参议员卢比欧、加共党的众议员盖拉格，也个民主党克里斯纳姆斯13共同提出禁用抖音的2党法案，列出通过。有中国甲俄罗斯影响力的社群媒体公司会无法度伫美国营运。抖音代表9月伫国会听证会讲，用户资料放伫中国境外的安全地点，中国官方并无遵守权，不过显然无法度消除华府的记录。美国外商投资委员会为2020年持续甲抖音进行协商，不过到即马也无定案。美国联邦调查局长瑞伊顶个月伫国会听证会表示，中国真有可能借由抖音收集美国用户的资料，佮做情报收集加内容监控。月初，伊伫密西根大学演讲时阵，佮再提醒外界，抖音有国安的记录。All of these things are in the hands of a government that doesn't share our values and that has a mission that's very much at odds with what's in the best interest of the United States. That should concern us. 美国前总统川普伫2020年就签署行政命令，禁止美国用户用抖音，不过去互法院驳回。即马全美国陆续有9州州政府禁止公务设备用抖音，法案是毋是会当顺利过关，就要看卢比欧伫后一个会期提案结果。公司新闻张淑芬编译。非洲国家刚果民主共和国最近伫咧落大雨，也造成水崩山，因首都的人家厝去互一挂热锅饃仔土刷砍掉咧，上无有50人死亡。另外，伫土耳其南部也当咧落大雨，却引起造大水，也甲这车冲走，上无有500台轿车受到损害。金夏沙这条主要的道路去土石流冲断去，佮塌真大坑，路边的厝梯规个嘛抬落去。非洲国家刚果民主共和国最近大水雨为金夏沙带来严重灾情，包括通往主要海港马塔迪的高速公路，敢若亲像切断去共款，至少造成50人死亡，其中包括1家伙9个人全部带伫土堆内。Oui, à partir de 5 heures, ma belle Kitty est fini par un nyonso. D'habitude, mais au moins, on a 9 personnes qui ont fui. 当地居民怪政府基础建设做伤差，才会造成这件无法度挽回悲剧。金夏沙较早是刚果河边的小渔村，因为都市发展，目前已经是非洲上大的城市之一，人口有1500万。不过当局管理不当，让这个城市受到气候变迁所带来天灾威胁，造大水愈来愈急。看土耳其最近大水雨侵袭南部省份，大水甲道路淹去，车辆冲走，有一寡车就安尼蹲规堆。会当想到迄个时阵水有偌悬、偌错流，当局估计有将近500台车，也甲上百栋厝，一暝就规个毁损。也有一个农民为着守护温室农作物，所享心脏病死亡。另外，葡萄牙首都里斯本6天内2届做大水，市区规个淹了，通往市中心的道路，毋是登去就是无法度通过。当地真侪民家甲商店拢受到冲击。公司新闻詹慧玲编译。讲到印度甲中国2个国家的官兵呢，最近佫伫咧边界起冲突，两阵人是架军啊伫相拍。印度国防部拜二证实讲，确实有这件代志，讲这双方拢有人受伤，毋过无人死亡。中国官兵也已经退回去本地围落。这是2个国家伫2020年6月发生20多人的死亡相拍事件了后，佫再伫边境发生冲突。印中2国各爆发边境冲突事件，印度国防部13证实，边境军队撤到伫印度东北部阿鲁纳查邦的达旺地区，阻挡中国解放军进入中印实际控制线，并无发生严重伤亡。अध्यक्ष महोदय, मैं इस सदन को आश्वस्त करना चाहता हूं
कि हमारी सेनाएं हमारी भौमिक अखंडता को सुरक्षित रखने के लिए पूरी तरह से प्रतिबद्ध हैं और इसके खिलाफ किसी भी प्रयास को रोकने के लिए सदैव तत्पर है हमारी भारत की सेना।印度媒体报道，事件牵涉300到400名解放军早农业帮想要越过边界，双方才发生冲突。印度政府强调，双方冲突了后，中国士兵已经退回原本的位，双方指挥官也进行协商，中国式回应，中印边界局势总体稳定。据我们了解，目前中印边境局势总体平稳，双方一直通过外交和军事渠道就涉边问题保持畅通的沟通。中国同时呼吁印度遵守进程的协议，不过中国讲法并不说服印度民众。13地孟买甲北部的查谟、卡萨米亚邦，有群众上街路抗议，部分人士高烧中国国旗。印中两国有一条3800公里无标定的边界，双方把协议无伫实际控制线沿线用清。2020年，两国士兵伫拉达克地区的加勒万河谷发生相拍。造成20名印度军人加4名中国士兵死亡，和印中关系正紧张。也安尼，国际之间特别注意最近上新的情势发展。公司新闻齐欢迎朋友。美国华府智库的专家学者来到台湾访问，总统蔡英文接见的时阵，也搁在专讲感谢拜登政府拨军事武器给台湾，也期待双方会当透过台美21世纪贸易倡议深化双方的合作关系。也若讲到台美21世纪贸易倡议第2届谈判，也搁伫咧安排，可能会伫咧旧历过年进前来举行。美国华府重要智库战略甲国际研究中心 CSIS 的学者专家来台访问，总统蔡英文伫咧10时来接见，这嘛是 CSIS 伫疫情爆发了后头一遍组团来访问。总统蔡英文表示讲，这搁再显示出台美之间这个国家的感情正定道，嘛要来感谢拜登政府伫咧最近几落摆对台湾的军售，以实际行动来确保台湾的安全。除了国防交流，我们也期待未来透过台美21世纪贸易倡议等对话架构，台美能够深化各领域的合作，一起为双方的经贸往来创造更多的利基，共同打造安全而且具有韧性的供应链。All of us in our delegation and our admiration for the people here's courage and resilience in tackling the many daunting challenges that you have been facing over recent years and continue to face. 台美强化伙伴关系，蔡英文有讲到，望会当照台美21世纪贸易倡议深化合作。经济部处长陈正奇嘛表示讲，目前政府整体经贸这2大优先战略的目标，就是咧策动台美双边的贸易，还佫有要来加入下太平洋伙伴全面进步协定 CPTPP。不过，蓝营立委姚义讲，目前还佫无看到具体成果。即便是台积电去美国市场，也没有透过这些平台谈啊，你也没有透过这个平台去要求美方相对回馈我们什么啊？我没有看到啊。不，台积电去美国市场是它的商业决定啊，那是商业决定。但请问台积电的股份里面有没有政府？有政府股份。有啊。进前行政院政务委员郑正中咧透露讲。明年1月过是台美21世纪贸易倡议进行小规模的协商谈判会议。根据了解，5方会来争取伫台湾举办，望会当伫咧农历过年前来举行第2遍的谈判。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台北市的这立委补选，国民党王宏维宣布参选了后，就去向质疑讲，伊拄选调议员，随走去选立委。王宏维在去接受广播访问时阵是讲较后甜，讲伊承受真济压力，希望选民爱谅解。若针对着这边延长的议题，王宏维批评讲这是政治操作。毋过个伊拢是反击讲，话拢因在讲，也爱王宏维家己讲出伊的立场。那我会非常希望。我自己原来选区的选民能够，谢谢能够谅解我这件事情。参选以来，真侪届互人质疑是落跑无成功。国民党王宏维10时上广播节目讲甲后甜，坦白承认承受真侪压力，强调袂闪避原选区的责任。不过既然做决定，就会坚持行落去。这场立委补选最近一直伫讲兵役延长的问题。王宏维是讲，
变役延长变做政治手段，政府无应该把责任撒予少年人。吴怡农也随回应：如果是没有办法解决现在两岸紧张情势，让两岸变得兵凶战危，然后因为说我们的兵不够了，所以我们要延长役期，那么这是不是把这些责任推给了这些年轻人？国民党的朋友们经常说兵役的延长是票房毒药。那我这一次提出，我支持兵役制度适度的延长，我也支持兵役制度全面的改革训练内容，又变成选举考量、选举操作。其实立委候选人有责任讲该讲的话，我也期待王议员明确地提出他的立场。外界关心吴怡农提出国土防卫部队的政见，相关的预算为倒来？吴怡农是回应为国防战略开始讨论，预算会比较调整。针对王宏维，搁再提核2、核3延役，也批评2025非核加园注定跳票。吴怡农讲，关键是伫核废料的处理，爱王宏维提出具体方案。那他对于核废料的处理，对于核能安全这2个核电发展最基本的条件，我也希望他提出更具体、更可行的方案。双方原来就上山机场迁建持续伫攻防。王宏维阁讲，迁建会影响到离岛就医权，也是有真侪病院无医疗天机病，也搬出交通部长王国材认为需要详细考虑。吴怡农颠倒口说王宏维的回应是敢小骂名，无建设性。记者综合报道。对于今仔暗时11点开始咧，这台北市中孝西路外车道会当开放，逐天暗时11点到透早6点，互奥多摆来通行。台北市交通处表示讲，考虑到这尖峰时段，公车甲奥多摆若做伙会影响到交通安全，才会选择车较少时间来开放。不过奥多摆路权促进团体是真不满，讲暗时要到现场订正。台北市交通局交通处工作人员无用伫路口改票志，因应原本禁行机慢车的中孝西路，10时暗时11点开始解禁。原本禁行机车的告示牌也加注禁行的时间。未来机慢车伫逐天暗时11点到返转工6点，拢会当通行。不过开放的时段毋是一般通学通勤的需求时间，也引起讨论。好像对我们这种机车族没有什么帮助啊。对，所以你会觉得每次到这一段都很不方便？对，很不方便。有可以通比不能通好啊，对啊。像自己到这边就是要绕一下这样。对，就是一定会，不管绕左边还是绕右边，都是绕路啊，多等几个红绿灯这样。台北车站前中孝西路禁行机车已经有44年，是安怎选择伫暗时甲透早解禁？交通处是讲，这是依照中孝西路24点钟公车班次统计资料，基于机车行车安全也甲动线交叉的考量，选择伫公车班次较少，也甲车流量相对有较少的时段开放。未来是毋是有可能开放其他时段，爱搁观察。民团这边有建议，就是其他的一个时段的一个开放的部分，我们就是会等这次开放以后，然后再观察整个驾驶人的一个用路的行为，再来做后续的一个评估。对这代志，台湾机车路权促进会是批评开放机车时段真无诚意，互人无法度接受。要招车友伫10时暗时到中孝西路表达不满甲诉求，各点名特别上任的台北市长蒋万安要求全面检讨台北市禁行机车的交通政策。记者综合报道。国内疫情渐渐稳定，这观光要大发挥。不过，彰化台湾好行的清水咸线，也有彰南快线，伫明年元旦特别停起来。营运的客运业者是评估讲，这需求量是真有限。不过，在地观光业者却是认为讲，这真无彩，希望卖停。公车停伫维修厂内当维修，原任客运营运5年的台湾好行清水盐线、彰南快线，传出明年元旦开始停开。这2条路线拢是以高铁彰化站做起点，经过南彰化、田中、社头、宝岛、溪州这观光景点，客运业者证实，主要原因是运量实在伤少。其实乘客都几乎都空车啦，几乎每天开那么久以来都几乎都是空车，所以在乘量几乎都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我们撑的是很辛苦，
都几乎载不到客人。不过南中华的观光业者讲真可惜，因为目前台湾的疫情转好，拄好是观光要搁欢迎的时阵，当地除了台湾好行，并无其他的公共运输，因建议把这2条路线的起站改做甲鹿港线共线的高铁台中站，安尼运量就会增加。让游客选择可以到我们的北彰鹿港，或者是到我们的南彰来旅游，我相信一定会带来台湾好行不一样的风貌。它是透过原客，就客运业者自己跟观光局那边申请的。那大部分我们在彰南地区的那些观光工厂，那或者是那些相关的旅行的景点，大部分是以自驾，就是开车或者是游览车的居多。南中华观光业者是希望会当改变，不过中华县政府是讲，当地游客大部分是家己驶车，也是坐游览车较济。台湾好行是客运业者家己规划申请的，即摆因为营运考虑取消，会尊重市场机制。记者综合报道。屏东地检署初八伫布袋抓到一桩胎死保育类动物的案件，对民众因厝内面的冰箱超出乌蚬甲水鹿啊一寡保育类动物的尸体，佮也超到一支拍蜡用的枪，依照违反野生动物保育法侦办。不过这2天伫网络顶头有流传一段影片，是2个查甫人骑奥多摆，佮载台湾乌蚬的尸体，沿路是笑甲嘎嘎叫，引起外界的议论。也因为这个影片同款是伫咧布袋翕的。检方也等咧调查讲，这敢是同一只乌蚬？这奥多摆后壁的人是摕热枪，头前另外一台奥多摆2个人同时夹一只已经死去的台湾乌蚬，掀卡佮红夹起来耍，互外界是骂假。关注民众为五类化讲这是不伦行为。在原住民的各个族群，其实都将它视为一种充满敬畏、充满禁忌的一种符号。代志是发生伫屏东的雾台，屏东的检方初八才伫当地是破一件乌白台保育类动物的案件，对于大个所在是找出台湾乌蚬、水鹿在保育类动物的尸体，调查了20万交保。影片的乌蚬方认为是同一只，检方搁在调查。本署已经具体的掌握，目前全案都在这个积极的厘清当中。敢若是影片内面即台无牌的奥多摆，就停伫部落内面。居民嘛替台行的人来讲话，讲乌蚬最近伫附近的田出现，佮食几只狗。他是在这边给他打死的。都是血呢。然后他是拉到那边。部落是烦恼讲，这乌蚬有可能互是大人含囡仔有危险，但是无论原因是啥，凊彩甲保育类的野生动物抬掉，已经犯野保法，会当判6个月到5年的有期徒刑，会当罚20万到100万的罚金。乌蚬妈妈黄美秀是真遗憾讲，少数人无守规矩，所去损害到原住民的名声，嘛讲要加强教育居民和乌蚬共存。台湾黑熊其实一般很怕生，看到人大部分的情况都跑掉。近30年之内，没有人是因熊无缘无故而受伤。我们应该知道说它是潜在危险性，但是没事不会攻击人。伊强调讲，若怀疑乌蚬是出来破坏产地，只要毋是属有生命危险，都应该通报任务局在单位、管理单位来介入，帮助看安怎来甲赶走，毋是一枪甲泡死。因为台湾乌蚬已经要绝种啊，爱靠民众正确认知，才会当重生。记者综合报道。国内有人口买卖集团伫网络顶头讲要找人来做事，而且薪水是开甲真悬，吸引3个民众上北来面试，说互犯罪集团抓起来，甚至甲因拍，而且拍算批用一个人100万的介绍卖互别个犯罪集团使用。警方昨伫桃园区山抓到8名嫌犯，这抓人的过程，这嫌犯竟然要搁驶车弄警察，警方也开600来犯罪。特警员警提前划路车，发现，别走了。卖互抓人看来真顺利，不过另外一边却发生警匪对峙。面对警察包围，嫌犯一直抵抗，毋若开车冲浪，搁加速逃走。警方为连下下600，伫2公里外抓到人。互抓到这个姓柯的查甫人，造成人口反啊！警方发现成员有帮派背景，因伫网络刊登高薪工作，3个被害人为中南部情报认定，都去互加金虐待。集团成员搁以一个100万转手卖予其他的诈欺组织。13伫通知鼓山交易的时阵，去互警方抓到。期间并扣留被害人手机，禁止被害人对外联系，要求被害人不许擅离，甚至以殴打被害人。全案将依组织犯罪条例、人口贩运、非法拘禁等罪嫌移送。
求职诈骗全台湾拢有，除了有人伫台湾互人加禁，也有被害人互人骗去海外，到即嘛无消息。警政署统计，已经协助403人回国，毋过也有296人调伫柬埔寨甲寮国，也有等待救援。诈骗的步数多，毋来限制自由，骗钱嘛少连续发生。尤其亲像简讯投资诈骗、网络买物件诈骗，这种的电信网络诈骗占上多。这疫情啊，大家在家里面常常这个运用这个网络上网这个部分，其实常常就会收到一些诈骗的这个讯息啦。他对于这个网银这个运作不了解的，不小心的就把 OTP 的简讯交给陌生人，自己的这个账户就被盗了。今年下半年，检方查到的电信网络诈骗件数，甲去年同期比起来大幅度增加73%。警方受理相关报案，数量更较惊人，达到13000多件。即卖也有立委李明册表示，诈骗简讯好亲像又搁开始，民众又搁收到啊。虽然接到诈骗案了后，检警事后积极调查，毋过安怎为源头防治，这是一大考验。记者综合报道。第13届关注民族运动会要伫咧明年3月举办，今仔日举办这宣布记者会，这会拢总有17项运动，包括9项传统文化运动，互这运动成做文化传承的重要媒介。来自台湾各地穿着宝港族服的原住民参观完刚才宣布2年1届的原住民族运动会，剩最后100天。这回是第13届，由台北市主办。除了16组法定原住民族以外，嘛特别用主要分布伫台北的吉达格兰族语写标记。代表台北市的凯达格兰族。原住民运动会除了一般的运动以外，还有传统文化的运动比赛，譬如拍蜡、射箭、九大蛇等等。今年新增加5人制卡球各种比赛。那这2个项目都是团体的项目，我们希望在竞赛过程里面还是能够强调我们的友谊跟团结，然后大家一起，然后来让我们的原住民文化被看见，也能够透过这个舞台，大家来竞技，然后来享受运动的快乐。运动会筹备处搁找德鲁古族歌手录影制作主题曲，搁找一寡原住民运动选手做伙拍 MV， 强调这个运动会予原住民选手一个发挥的舞台。2020年我们东京奥运，我们原民选手他的夺牌率是16%，但是我们原民的人口数在全国占有2.45%。李洪进表示，原住民选手的比赛搁较竞争好看，邀请大家明年3月14到17做伙到台北市支持原住民运动员。记者林书谢桂林台北报道。讲到德站，也就是新德，这100年来有啥物款的改变呢？伫新德市立美术馆目前正在展览来自全台湾各地头22位摄影家所翕的这珍贵相片，记录台湾对日本时代一直到战后发生伫新德的点点滴滴。新德城隍庙过去真出名的严家比赛，新埔奇美庙的大地公比赛，新德市美术馆当咧展出来自全台湾22个摄影家所翕的珍贵相片，每一张拢见证一个时代。若看到过去的宗教信仰活动，买当更加了解生活历史的变迁。时光倒流就会想起那个时候那还算很年轻嘛，50年代。就骑着单车到处跑，乡下跑，喜欢拍照。那竹堑呢？其实是清朝时期称这个地区也就是我们现在的桃竹苗地区。所以这次所拍摄的就是说展出的作品呢，有拍摄地点是在竹堑，或是居住在竹堑，或者是出生在竹堑的就是所在这样的一个范围内的作品。展览分做2大主题，其中信仰参生活，呈现宗教信仰参生活中的历史变化；生存参环境是记录民众生存的地理环境，彰显过去的时代背景故事。19世纪后期、中后期到20年代的中后期的时候，其实时间跨度到100多年其实见证了新竹这个大新竹地区所有相关的，不管是在信仰生活或者是环境地景的方面的一些风貌的变迁非常非常难得这项摄影展览在新德市美术馆展出到明年的2月28，现场计供70件珍贵的相片，要带民众回去到过去，了解德참城的故事。记者刘君和新德报道。
照顾当事情的囡仔是一世人的代志，甲这份爱护囝儿的心，扩展到规个台湾社会，真正无简单。2022年吴尊贤爱心奖社会服务类，今年颁发予中华民国当事情的基金会董事长林正杰，伊推动早期治疗当事情门诊，49岁以下长期照护计划，甲设立当事情饼店，互身心障碍囡仔伫成长路途袂孤单。伊讲这一切付出，拢来自一份同理心。看到阿童来到位，当时正店员热情甲欢迎。乖乖的，有，谢谢，乖乖哈。这是当时正基金会董事长林正杰所成立的阿布拉索饼店，因为家己的查某囝妙妙嘛是当时正朋友，林正杰对守护这群大囡仔，会当讲是做牛无小力。生着这种囡仔，你怎家己无坚强吼？要面对着后边这囡仔迄个成长哦，足困难的。爱布洛说迄个西班牙语哦，或者拥抱，所以咱希望讲，咱这个品牌爱用来，互咱这社会，而且来甲咱买物件，即迄个民众来拥抱糖宝宝。阿布拉索饼店全台湾拢总有5间，店里除了有当时正店员做来卖四手仔，阁有因家己创作的艺术品。林正业讲，训练一个当时正囡仔做饼，甚至甲人直接互动，至少要10几冬的时间。但是伊相信当时正囡仔绝对袂是社会的负担。我相信讲因其实嘛用吼趁钱，嘛用替妈妈、爸爸做家庭的迄个负担。我尽量来做，为着我的囡仔，嘛为着我的囡仔，甲我的囡仔共款只汤爸爸的家庭来甲因服务啦。一路照顾当时正囡仔到大，林正杰深深体会到早期治疗的重要性，所以除了成立饼店以外，伊嘛设立早期治疗中心，让身心障碍的囡仔自细汉就接受训练，对走路、踢球到洗手、食饭，学习独立生活。我们一直知道他的初心，他也一直坚持他的使命，所以我们就像一家人一样，就是一起走在服务身障朋友跟孩子的路上。一份爱护囡仔的信念，支持林正杰投入早期治疗、当时正饼店、当时正门诊，甲49岁以下长期照护的计划。爱家发展中心主任讲，林正杰毋但是妙妙的爸爸，嘛是所有身心障碍应生的亲人。那孩子有什么需要，他就是蹲下来，他的眼光跟身就是高度是跟孩子一样的，所以让孩子觉得说他是跟我一样的，就是他就像家里的长辈。面对别人的恶乐，林正杰谦虚讲，同理心上要紧，期待社会会当相挺，互身心障碍家庭袂孤单。他爸爸的爸爸妈妈对这囡仔拢是一世人的代志啦，嘛爱咱政府、咱社会。甲咱每一个来个斗相共，或者迄个家庭拢一个愿望。记者麦尚营曾派文台北报道。明仔载天气是好也是歹，做伙来看预报您就知。吉人到新竹对14度到20度。苗栗到云林对15度到25度，嘉义到屏东对15度到28度，宜兰花莲台东对15度到25度，平湖金门马祖对9度到20度。新闻最后，感谢各位观众朋友收看今日AM新闻，我是嘉豪，明仔载暗时7点，咱再相会。